想念的回答模式一样要有称呼的对象，可是情况问号或自我介绍，加上问候的原因及描述想念的事项。俺叫冇看到阿達咧，我打電話同阿達問候，我用唇講，請親手講3句話。對象是阿達，問好及自我介紹是我係阿敏啦，日參好冇？原因是俺叫冇看到咧。结合生活经验，再说明想念的事项。你今日冬寒，唔愛着加幾兩衫，就唔會寒到。完整的句子就是阿達，我係阿敏啦，日參好冇？俺叫冇看到咧。你今日冬寒，唔愛着加幾兩衫。就唔會寒到哦。每个人会跟爷爷说的话都不一样。我们再来练习另一个答案。阿達，我係阿爸啦，日參好冇？俺叫冇看到咧。你今日凍熱，愛加啉到滾水，就唔會熱到。我好朋友阿珍愛盡福咧，唔想愛同佢講到馬嘅話。套用回答模式，對象是阿珍，原因是愛盡福咧，我懂唔攀得。結合生活經驗，再說明想念的事項是俺們愛共款保持聯絡哦，有閒沒事的來我屋卡了。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真唔愛盡福咧，我都唔攀得，俺們愛共款保持聯絡哦，有閒沒事的來我屋卡了。